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受到风面的影响，北部甲东半部下晡会落雨。5月开始是黄霜雨季，礼拜都有一阵黄霜雨的风面会影响咱台湾，持续会连续落雨落一礼拜。乌云混交的天气，敢若随时拢会落雨同款。气象署表示，拜四受到风面影响，各地云量增加，尤其是北部和东半部对下晡开始，可能会有短时间的阵雨。也那温度的部分，各地变化无大，日时高温伫29度至33度，低温伫19度至23度。马祖地区可能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是比较明显一点点。另外就是说，像是在北台湾地区的话，也可能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情况出现哦。只是说目前看起来的话，可能应该是会是以山区的一个降雨机会会是比较偏大的一个状况。另外，气象署也提醒，礼拜开始受到黄霜雨季节到位的影响，天气无什么稳定，会连续落一礼拜的雨。影响的时间是对礼拜到后礼拜六，拢总会落7天的时间，到时全台拢会落雨，而且雨水较高，要注意有闪大雨，也是雷公雨的状况。基本上在4号之后的一个天气上，当然不是说整天都是会这样子一直下大雨的一个情况，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空档。但是如果说锋面比较接近的时候，甚至不排除会有一些比较瞬间的强降雨，以及雷击跟强阵风等等的剧烈天气现象。气象署表示，对5月初1开始，台湾正式进入黄霜雨的季节，未来会有小连续黄霜雨影响台湾，而且会一路落到6月份。气象署提醒，这个月雨线要记随时早咧身躯，避免压雨压淡气。记者戴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